嘛是健康的话题。美国一项上新的研究，国家讲，坐过人油脂若是较侪，金马量无够，就较会引起到退化的问题。台湾的医生嘛讲到关键，因为讲坐过人金马量无够，活动力就会较弱，油脂伤过侪，较会引起到高血压、才会三高的问题，增加脑血管塌掉的风险，嘛会影响到认知能力。医生建议讲，食时来注意，上好加食菜色果子，也佮补充果仁含深海鱼仔这两白质。另外嘛要保持运动的惯势，安尼金肉才袂流失去。人到食老无想要有失智症，身材管理嘛真重要。因为美国有一项研究讲，金肉量无够，会互智力退化风险变悬。研究团队找4000外平均64岁到65岁民众，发现油脂增加会互智力退化，若金肉量增加，会当互思考甲解决问题能力变好，互人的头脑较袂退化。你多运动，自然那个肌肉就比较多啊，脂肪就比较少啊。那假如你不动的话，你脂肪过多，同时你就有代谢症候群，代谢症候群同时会增加三高的可能性，容易会造成血管性失智症。医生讲，坐伙人金肉量若是无够，就会互因较无爱活动，油脂较侪，较会引起三高，脑血管塌起来风险嘛会较悬，这些拢有可能会影响到认知的能力。肌肉量的增加，当然是会让我们身体更健康嘛，然后也会那个所谓延缓失智、失能都有效。多点刚果类的食物，以及说多点深海鱼类啊。那食是爱控制，嘛爱加运动。医生建议一天上少运动30分钟，一改10分钟。60岁以上的民众运动的时阵，1分钟心跳上好爱到100以内，才会有效果。金肉多油脂少，才会当避免头壳愈来愈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